風前起跑，宏偉觀光工廠半程馬拉松，佇咧安南區熱烈登場。今年活動邁入第3檔，規劃5公里、10公里、21公里賽事，超過2000人參與。沿路會當欣賞到大江之美，更恭請羅天門天後宮媽祖聖駕到現場來領跑。那結合在地的文化，那帶着媽祖，然後呢，利用媽祖的信仰跟他的力量，然後讓我們這一次的路跑能夠成功。每個人呢，在跑的過程當中能夠安全，而且能夠得到健康。今年宏偉科技成立12周年，特別請到悠悠家族的香蕉哥哥甲蔓越莓姐姐，和大小朋友做伙來慶祝。這屆活動內容相當豐富，除了要讓更加多對健康有興趣的跑者參加之外，也當更認識宏偉、認識腳步健康的重要性。古代人講人老足先衰，但是光靠醫療器材的輔助是沒有辦法讓我們真正健康的。我想健康就從足弓開始足弓就是要走路要跑步要運動。宏偉以觀光工廠結合路跑運動，唔但帶動地方觀光，更打造全民參與的健康城市。未來將持續研發更加多專利科技，守護腳步健康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